绝招。切赞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时候，大家自己老着黑几年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的能下就这些。下用，不料，不料，稍有连带吧，稍有连带吧。既然，既然，因呐，因呐，戒尺，戒尺，hin脚，hin脚。既然你错了，为什么还向朋友举起戒尺呢？且让给弄出效果呢，大让主播都hin脚下你这人。同学们，这节课说的是发生在小伙伴之间有趣的事儿。你们也想一想，看看你们最佩服谁的绝招。我们先来学习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老在弄俺这娘的，主播穷就这把着年次洋菜西中就人。你那他妈俺这娘的面积撒把了几大？面积撒把，始终，通他巴什，尴尬，这下多美。绝招，切赞。小柱子始终没有忘记大树下的尴尬，暗暗地练自己的绝招。小竹子，黑洞谷个这下多美着能把的带你见面了，切赞托巴拉够你别这些。嘉玲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天生就特别，与生俱来就有特长，而有的人的特长却是后天苦练出来的。那座去爱去，门家去呢，头马年呢，前跑着你咋的了嘞？因为我们哪里去咋的呢？别在前跑去别个头把着啊。那是的。对，我妈这。你说一个人只要有自尊，不服输，肯下苦功夫，就一定会有过硬的本领。没去啦，拉家月把马子，想把没别别这些呢，你把前跑套下着呀。那是肯定的。得些这个。你看村东头几个孩子在比绝招，这地道，中的一下去了，一半个一个，你站着的些人多啊。三胖最会憋气，二福会空翻，可小柱子被伙伴们嘲笑。三胖给我一定搞头了，二福也我定着去，热的小柱子啦，逐步能去下面去吧的。小柱子回家后，在奶奶的启发下，暗暗练自己的绝招，因为他没有忘记大树下的尴尬，最终赢得了伙伴们的称赞。小柱子抢了天机，黑洞五个这下多美着能把的节约嘛着。阿西罗素过，过年别在前不些年，他妈过了逐步能去带拉头把的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刻苦，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当真的俺错了，别转到对的钱呢，容易接人对这他把段誉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杂技，却这个面前的那个高的黑熊。
他念这些。始终，这儿指从开始到终了，始终坚持不断。돈 다 빠솜나 ngo tsupani njo zupi para 열 마체 발라세。尴尬就是难为情的意思。这下多美呢，这现的现没巴拉塞。绝招就是形容一个人做某一件事情的能力、水平、程度达到了极点。切赞呢，去这等老杂节人里切等泡巴拉塞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三班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雨，始终，始终， 돈 다 빠슴， 돈 다 빠슴， 尴尬，尴尬，这下多美，这下多美。绝招，绝招，切赞，切赞。小柱子始终没有忘记大树下的尴尬，暗暗地练自己的绝招。小竹子黑洞谷个这下多美着能把的电力见面了，切赞托巴拉够你别这些。骗子这么这话。老主错，第定个名字三班呢黑二旬，大概就话那作业切做了具体练习，我个他念道理，切咋黑把的公演错句，切吹三路什么动力练着。呀，老主错，切吹练用大把的功力。C， 切咋，要熊练几松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去第二路边他念三八的到下中这些。始终，风塔巴松，始终，风塔巴松，尴尬，这下多美，尴尬，这下多美。绝招，切赞，绝招。切赞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我去他念三八个中夜里，大家今年的进这一答啊。风塔巴森，这下多美。切赞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下来人打的木鸡。